是在用錢砸，你知道嗎？你把我當什麼人了？這麼說，你不喜歡？我不喜歡，我特別不喜歡。哎，你們女人不就是喜歡這些東西嗎？啊？是誰告訴你女人都喜歡這些東西的？以前所有的女人都讓我給她們買包買禮物，你們女人不就這點愛好嗎？那是她們，不是我。好，那是我錯了，行吧？我现在知道你是好意了，是我反应太激烈了，对不起。那你喜歡什麼？我送給你。你真的想送給我禮物？那你送我1天时间吧，日期你來選，但是那天做什麼要由我來安排，怎麼樣？好，一言為定。騙人的是小狗。小狗騙人。进来。常总，这是顾总让我交給您的。常总，您還好吧？哦，我没事。公司刚完成收购，抽走了集团一大部分的流动資金，我怕對集團以後的運營會產生影響，所以頭有點疼。你說這顧總也真是的，說收購就收購，讓大家一點準備都沒有。就因為這件事兒啊，所有人都弄得手忙腳亂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人家看完以後通知你來取。